大家好啊！今集嘅香港道路探索呢，想帶大家呢去一條比較少人會去嘅道路啦，少人會行上去，亦都更加少人都會揸車上去嘅。我都未上過去嘅。咁我哋而家呢，由荷里活道又轉入去四方街啦，四方街去到尾居賢坊啦，直上，然之後呢，我哋就可以見到一條呢比較特別少少嘅街道啦，唔係好多人入過去嘅啫。就係堅巷啦，嗱呢條街道咧絕對可以揸車入去噶，但係咧你入到去咧其實係冇咩好做嘅，冇咩建築物啊，冇咩停車場，乜都冇嘅，咁啊純粹一條巷仔可以俾大家揸車入去，但係冇乜實際嘅意義嘅。咁其實好多人咧都會將架車泊喺度休息啦，咁啊主要有啲老闆車啊、七人車，如果喺啲平日嘅時候會多啲啦，就係啲七人車泊喺度休息啦。貪呢條街道咧比較靜啦，可以安心喺度瞓下覺休息一下咁樣啦。係啦，好啦，咁你嚟到呢一個嘅街道，你會發覺，好似進入一個童話世界咁樣啦，即係呢個紅白色主題嘅公園，我哋可以穿過呢個公園嘅中間嘅位置啦。嗱，嚟到呢度呢，其實呢可以喺呢一個比較大嘅位置掉頭啦。咁但係呢，我就想向高難度挑戰啦，就去到尾嗰度呢去掉頭嘅。咁你見到啦，呢條巷呢，其實都真係呢係比較窄少少㗎吓，咁佢。即係俾你掉頭嘅空間唔係好大嘅，即係去到後尾嘅呢個位，咁應該絕大部分人呢都係喺頭先嗰個比較大嘅掉頭位嗰度掉頭啦。不過其實 even 呢喺呢個位呢，夾硬掉頭呢都掉到嘅，扭多好多手呢就可以掉到噶啦。好啦，咁我哋呢掉完頭，泊低架車喺度呢，就同大家影一啲附近嘅環境啦，同埋講解下呢一度嘅歷史啦。嗱，其實以前嘅堅巷咧係堅道嘅一部分嚟嘅，不過之後咧就拆開咗堅道同堅巷啦。好啦，咁呢條堅巷咧，其實以前咧係有一堆樓喺度嘅，有人住喺度噶。只不過咧1894年啦，太平山爆發咗鼠疫啦，政府咧決定咧要重建太平山呢啲咁嘅區域啦，因為呢啲建築物咧佢嘅衛生條件就比較差啲啦。咁呢個堅巷嘅呢個位置嘅樓咧拆晒之後咧就冇起翻一啲新嘅樓出嚟啦，反而咧就起咗一個病理檢驗所出嚟啦。嗱，呢一個咧就係 Pathological Institute 啦，咁就係一個病理檢驗所啦。另外隔離咧係有一個消毒站嘅 Disinfecting Station 啦。咁呢一個病理檢驗所咧，其實就係而家香港醫學博物館嘅位置啦。呢個 Disinfecting Station 咧，而家就係堅巷花園，即係頭先我哋見到啦，充滿童話 feel 嘅嗰個紅白色感覺嘅一個公園啦。其實以前就係一個消毒嘅場所啦，消毒站啦。以前嘅堅巷咧，其實係可以直接連接到堅道嘅。你可以見到呢個地圖啦，佢係直接直駁到堅道嘅。而睇翻一啲航空圖咧，亦都可以見到啦，有啲車咧其實係泊咗喺一個堅巷近住堅道嘅位置嘅。只不過咧，而家呢個位咧已經變咗個斜坡啦，同埋變咗一條比較窄嘅行人路啦。啲車輛咧已經冇辦法咧直接上到堅道噶啦。另外咧，其實呢一個位置咧喺做咗呢個病理檢驗所同消毒站一段時間之後咧，喺1964年嘅時候咧，其實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嘅理學院咧係曾經進駐喺呢一個位嘅，一路進駐喺度去到1972年嘅。咁咧1972年咧正式就遷入去咧去馬料水嗰邊嘅。我哋再細心啲睇呢個地圖咧，你會見到下邊寫住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喂，原來曾經中大同港大係可以咁近一街之隔，咁係嘅，曾經係咁近嘅。嗱，呢個寫住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嘅位置咧，其實以前就係西摩道已婚警察宿舍啦。不過曾經係1969至1973年咧做咗港大嘅法學院啦。咁所以咧喺呢個1969年去到1972年期間咧，其實呢段期間港大嘅法學院咧，同埋中大嘅理學院咧，其實係一街之隔。其實當時候咧，兩間大學咧，你行過對面5分鐘就係噶啦。咁但係而家啦，當然差好遠啦，一個喺薄扶林，一個喺馬料水。打從中大遷出咗堅巷之後啦，喺1982年啦，相關嘅消毒站啦，同埋中大嘅建築物咧，亦都係拆卸咗啦。最後咧起成咗呢一個堅巷花園出嚟啦，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呢個紅白色充滿童話風情嘅一個公園啦。另外啦，呢個病理檢驗所啦，呢個建築物由於歷史好悠久啦，最終咧喺1990年嘅時候咧就列為一個法定古蹟啦，係唔拆得噶啦。最後咧就活化成為而家嘅香港醫學博物館啦。
咁所以咧，其實喺過去咁多年啦，堅河呢一度咧嘅變化都好大啦。由以前喺度係有一堆樓啦住人嘅，之後咧就變咗消毒站啦，同埋病理檢驗所啦。之後咧就變咗中大聯合書院嘅理學院喺呢一度啦。咁之後而家就變咗堅河花園同埋呢一個香港醫學博物館喺度啦。咁其實而家呢條道路咧，嗱係好少人會使用噶啦，好少人會揸車入嚟啦。因為第一個原因啦，佢唔能夠直通上去堅道啦，咁所以咧，呢條路咧一條掘頭路上到嚟都冇乜特別作用啦，好少人上嚟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呢度已經冇乜建築物咧會特別吸引嚟噶啦。呢個堅河花園咧，咁其實都唔係好多人嚟嘅啫，咁啊冇乜人喺度休息嘅，冇乜人喺度玩緊嘅嚇。咁但係最主要咧，我諗啲職業司機會嚟呢度咧，就係呢度有個廁所嘅，見到呢個紅白色格仔嘅一個正方形建築物啦，其實就係一個廁所嚟噶啦。咁呢度去廁所咧，我諗可以相對上安心一啲嘅，個抄牌風險會細啲嘅。不過又唔好咁樣講喎，你以為呢條道路哇好靜好唔阻到人啦，停喺度會抄牌呢？結果我見到啦，有2架車咧都係俾人抄咗牌嘅喺呢一度，咁所以咧都會有警察咧係特登上嚟呢條咧咁冇車咁冇人嘅地方咧去抄佢哋牌嘅。呢一個咧就係大致上堅河嘅背景啦，同埋佢而家嘅狀況啦。咁雖然呢條道路睇落比較偏僻啦，比較少人行少車行，冇乜人用嘅一條道路啦，原來背後都有咁多歷史喺背後喎，咁所以都係幾有趣嘅。好啦，今集我哋嘅香港道路探索咧就探索到去呢一度先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